前商經局局長蘇錦樑離世。根據消息，蘇錦樑喺新加坡探親期間因病入院大約2個月，並於2025年12月13號離世，享年67歲。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講，蘇錦樑喺病逝前2個月已傳出中風昏迷，亦有消息話蘇錦樑生前已經身患血癌，死因同腦血管病有關。蘇錦樑已經分咗婚，有1個仔2個女，佢哋已經移民加拿大。個仔從事職業治療，新抱係澳洲人。最細嘅女曾經喺英國修讀法律，現時喺香港大學教授法律深造證書。女婿係英國人。蘇錦樑於1958年10月12號喺香港出生，早年喺北角成長。中4時佢去到加拿大升學，完成學業後喺加拿大執業成為律師。1997年，蘇錦樑回流香港發展，並且加入咗民建聯，協助政策研究，其後更出任民建聯副主席。2011年6月，當時任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嘅劉吳惠蘭因健康理由請辭，蘇錦樑署任咗一段時間後正式接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，直到2017年6月任期結束。佢係職場生涯期間，亦發生咗唔少具有爭議性嘅事件。2008年，蘇錦樑獲委任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，正式加入問責團隊。喺任職副局長期間，佢曾經因為以官方名片為外傭辦理續期手續，引發卡片風波爭議，所以佢亦有卡片蘇呢個稱號。呢啲以權謀私嘅行為，真係唔要得，佢應該要受到批評。但當時呢件事都冇乜點發酵。另外，佢當時擁有加拿大國籍身份，亦引起公眾關注。佢最後喺就職前放棄加拿大國籍，企圖平息公眾疑慮。2011年7月，蘇錦樑位於麥當勞道嘅寓所被明報揭發涉嫌僭建。2名專業人士指出，蘇錦樑嘅僭建總共涉及7項問題。之後，蘇錦樑表示已經委託專業認可人士研究寓所被指涉及僭建嘅問題。僭建其實係一件小事，但佢係問責局長，佢犯法，理應罪加一等。2014年4月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就內地旅客喺香港隨地屙屎、屙尿等風波，呼籲港人以包容同以和為貴態度面對，引來各界強烈嘅批評，話佢嘅評論不負責任，違反咗公眾利益。冇錯，有啲事係唔可以包容，有啲事一定係唔可以做嘅。如果周街屙尿、屙屎都可以話包容嘅，其他人都可以咁樣做，咁香港咪臭氣熏天？到時香港實變臭港啦。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於2019年6月30號出席撐警隊護法治保安寧集會，簡稱撐警集會。佢表示警方專業執法需要受到肯定，佢認為唔需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。佢身為政府問責官員，立場理應保持中立，佢嘅立場係咪代表政府？係咪有人叫佢要出席撐警集會？係咪有人叫佢咁樣講？蘇錦樑嘅細佬蘇錦威喺2021年任職律師樓期間涉擅自以按揭客人物業做抵押，獲取1000萬元借貸，之後因為冇力還款遭到財務公司索償，再涉嫌以無簽代表業主聘請律師向另一財務機構再借貸1000萬元。2021年1月30號喺區域法院被裁定2項欺詐罪，一項使用虛假文書副本罪同一項洗黑錢罪成立，最終被判監47個月。之後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，蘇錦威最後改判監禁6年3個月，加監28個月。睇嚟佢冇幫過佢細佬，唔通佢同細佬嘅關係好疏離？佢可以幫個外傭加快續簽，點解唔可以幫佢細佬？喺長達9年嘅官場生涯入面，蘇錦樑處理過好多複雜同埋有爭議性嘅政策。佢喺離任前回顧佢嘅職場生涯時表示，任內最滿意嘅工作係成功推動競爭條例嘅立法同實施，形容競爭條例係自己一手湊大，同時修訂商品說明條例以去保障消費者，同埋推動知識產權貿易，亦係佢認為重要嘅政績。佢喺任內亦有令佢深感失望嘅挫折。蘇錦樑多次提到，最遺憾係
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因立法會內嘅拉布，最終胎死腹中。另外，2013年嘅免費電視牌照風波亦係佢任內重大嘅挑戰。當時政府決定僅發出2個新牌照，香港電視不獲發牌，引發社會巨大迴響。蘇錦樑離開政府後，逐漸淡出公眾視線，享受私人生活。他曾經表示對任內能服務香港感到感恩，佢寄語後任官員要用愛心做實事。對於蘇錦樑嘅離世，政圈中人都表達咗哀思。行政長官李家超對蘇錦樑離世表示哀悼，指佢喺政府同不同公職服務香港多年，喺經濟、貿易、旅遊等多個範疇成功推動本港發展。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指出，佢對社會工作非常熱心，對本港經濟發展貢獻良多。佢特別喺經濟發展方面出咗唔少力，甚至離開政府後喺社會不同層面為社會工作。張國軍對於佢嘅離世感到非常惋惜，希望佢嘅家人節哀，希望佢一路好走。商務及經濟發局局長丘應樺同樣對蘇錦樑嘅離世表示深切哀悼，指佢喺任內推出多項政策措施，成功促進香港同其他經濟體嘅合作。我對於蘇錦樑嘅離世都有啲難過，67歲就死，係早咗啲，不過佢病咗咁耐，離世對佢可能係一種解脫，唔使再受苦。願佢可以離苦得樂，家人節哀。